或者有人要捐钱给你，要订阅你，可是你又不设付费墙，那我为什么要付费呢？因为我都看得到嘛。你既然不设付费墙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是它是很 open 的，它是很公共的。公共的意思就是你也是报道者的参与者，当你参与了好的内容，你会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，你会想让那些不一定能够付费的人，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可能弱势的人，他也同样有资源可以进来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他也同样的可以看到这些内容。所以报者这个公共性，其实也是这10年来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一群人非常坚信公共的价值，他觉得新闻不应该是被买卖的，不应该是被交易的，新闻不应该只看点阅率，新闻应该是从事实出发，可以给出深刻的建议和看见。